is what you see, but no one all in one will appear. Mine was true and made for you. 托德拉河峽谷位於摩洛哥嘅東南部，屬亞特拉斯山脈，歷史悠久，文化多樣。峽谷嘅形成於幾百萬年前，由河流侵蝕和地質作用塑造而成，天然景觀亦是地質歷史嘅見證。區域內曾係古代貿易路線嘅一部分，連接沙漠同埋山區，促進咗商貿往來。原住民呢，主要係貝爾人呢，定居住咗幾千年歷史，保持住獨特嘅文化、語言同埋傳統。隨住旅遊業嘅發展，托德拉河峽谷成為摩洛哥嘅熱門旅遊景點，每年吸引咗大量遊客前嚟探險、徒步、攀岩。附近嘅村莊呢，有住獨特嘅建築風格，傳統嘅泥磚房屋，展示咗當地嘅文化同埋歷史。遊客仲可以參與當地嘅傳統節慶，體驗真實嘅摩洛哥文化。峽谷兩旁佈滿當地人開設嘅攤檔，販賣濃厚貝爾人色彩嘅編織手工藝，頸巾、地氈、手繩、陶器，十分亮麗。阿伊特本哈道係摩洛哥一座歷史悠久嘅泥磚村落，位於克斯特省。村落有獨特嘅建築風格同埋壯觀嘅自然景觀而聞名，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喺歷史方面啦，曾經係重要嘅貿易通道，連接着撒哈拉沙漠與馬拉克集市。有啲大型電影同埋電視製作公司呢度取景。如《權力的遊戲》同埋《角鬥士》，漫步喺小巷中，欣賞古老嘅建築同埋周圍嘅自然風光。呢度更係攝影愛好者嘅天堂，尤其喺日出同埋日落時，柔和嘅光線映照喺泥磚上，畫面十分優美。